来看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，因为这千多万的业务费，去互立法院抬了。对过年进前开始呢，就透过一寡措施伫咧省钱，包括这办公室的电费开一半，电梯关1/3，甚至连这便所内面的卫生纸也拢要限制使用，袂少去遐办公的民众也拢感觉讲变甲真无方便啦。 今日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的大厅，电火乌乌暗暗剩2拍，边的电视墙嘛拢关掉。想要知影护照办到第几号，都爱用手机啊，也是家己爬去3楼看。因为今年度1036万的业务费，互立法院全部抬了。为着要节省开支，南服中心即摆逐项拢爱省，甚至连便所的卫生纸拢是限量供应。民众来办公看到这个状况，也拢感觉真无方便。足明显的看到什么种的项目，咱要安怎办的迄个道理啊，是讲迄个动作安尼来，咱会大家动作拢会较紧，安尼就对啊。啊，你安尼来，互人感觉好像也敢若无亲像迄个公家机关的办公大楼。母婴室里面也没有纸巾啊，可能我们刚去都用完了，但是没有纸巾。然后小孩子去上厕所都会说没有纸巾啊，对啊，一包。 对，非常不方便。南服中心执行长柯乃文表示，安尼做法是以民众的需求为优先。目前3支电梯剩2支开放给民众，员工办公室的电火开一半，公共区域的冷气、电火、饮水机拢禁掉。种种的做法拢是为了要省钱。关掉1台电梯，还有我们的1楼的那个电视墙，我们大概1个月可以省15000的电费。那至于其他的一些节能还有省电还是等等的配套措施，我们要等可能要过1个月之后，我们再来计算看整个月下来大概可以省多少钱。因为我们目前都是采取滚动式的在做调整。因为1000多万的业务费抬到1仙都无剩，影响的层面，还有一寡地方会勘的业务嘛拢暂停，临时人员嘛减少，后续影响是不是会扩大？南服中心嘛只会当哪做哪调整。记者柯卡祖、柯昭阳、高雄仓报道。